的好像比手机都要智能。小个叫登真，登真，登真。不用走，这天天就转过来了。把那转过来的，哇，还没填满，场地太大了。最小的一个，团队里面最小的一个。
目前是男女恋爱关系。
新冠的那个确诊，怎么说呢？不好解释。单个字应该也差不多，确实的确，诊是诊断的诊。他确实诊断了吗？也不是这个意思哦。名字，我的名字不好。为什么我想让他走一下呢？他感觉不舒服。我来了。哎，跑哪去了？没注意到，消失了。哎，现在一个小朋友，把你们证一下。哎，哪去了？我不会跳。啊，我也不会跳。
这
的矛盾，想问一下哈啥穿什么？有点像不丹的那个，要么就是尼泊尔的。这把你穿的是不丹的吗？还是不丹的？不丹的。对。他问一下，他说是缅甸的。不丹的服装。作业。
几个月哈4岁了。 4岁了。哦，你都10岁了。啊。智商吗？啊。小白布就是。哎，我老喜欢狗。这叫管得进去不？这个养一辈子。哎，这个是。我养了一只拉布拉多，去年子去世了。好多岁了？3岁多。哦。他生病。其他病是吧？哎。所以说我再也不养狗了。我都是从小养的，给我养了好多条。一般都是老10的，我就是这个好像是福利啊，这种国美哈。多少人啊？哎呀，300多人 ！Hello Good evening 都听得到吧？听到，没听到。小林什么呀？婆婆，最近差不多。他有些，他间歇，他就间歇得做得差不多。
下他们晚上加班在体育馆跳多久也不知道，毕竟人比较少，没以前那么多。这两个是最要好的，在一起。去这儿经常放牛，还去采虫草、挖松茸，那都有，随时往家里面跑。放下去。哎，卡了。哦，这边了啊。
哪是的那个？哪是的那个就是。雾山高原，高楼不等。阿斗下。再来，下了，下不下来？不得，太喜欢了。这个吧，我看一下。那个工作死了，就这个。
开去就不晓得跳舞，这个不知道，但是是不是开小队好像不是。哦，对，有可能是开他们一起的，都是学校的。Number One 他不会加入团队，像17那种加入。去哪里？去那边跳舞。我把人录了。唱歌那个。这边是有几个人啊？可以看。哦。哇，这是。audio music。
说是干嘛？随随便的关注，谢谢。你今天没来？结束了。小强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是结束了。大家结束了。这都是。9:33嘛。小姐姐，你听到没了？站了没有？啊，你好。9点半，有没有？我知道你了。先看看。走吧。前面的。先走了。好。他们转过来照个相。我拿了，哎呦，漂亮！拿了。谢谢。哎呀，我关注过你的。你注意好啥子？叫啥子名字？叫啥子名字啊？我给你回不关。说。我给你回关。来。怎么关注你的？叫啥子名字？叫啥子名字？我给妹妹照一个来。好好。照一个。好好，谢谢谢谢妹妹哈。哎，我都才走拉萨回来。他就是成了很钱。你抖音名字叫哪个嘛？明嘞？你抖音名字叫哪个嘛？我真关注过你的。他说我的粉丝。你的名字是哪个嘛？你的抖音是哪个嘛？哪个嘛？不，来，你退出去嘛，说你的事，说你的事。你们就去体育馆跳。我还不知道。 OK。其实我应该照样噻，是可以跳。不是跳起来，咱们小场，现在在新体育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没电了，我接。这是送的吗？下班了，对。有点。没电了。看着。警察叔叔。说了。没有，今天没带过来。还被封号了，是不是出来了？下午怎么可以？ 不是你要去青阳宫吗？还是深圳吧？现在暂时。晚上发。那是你们也跟我们一起跳吧。啊，看情况嘛。哎，跟上。这两天晚上他是明天换人了，有补偿。发了一个女士发的一个男礼堂。快，挖我输了吗？挖我没输呀。难道东西这边简单一点。难不过我没来，哪里去了？难得推上路了。啊，不用拿。哎，我这里兄弟们，现在我跟你们说，这是揭露一个人物金宝贝，真的是爱到极致了，兄弟们。我的整个架子拿走了。对，像这样的话，啊，真正呢？干嘛？跟着学习的，跟女姑娘没法学。啊，那你直播间干嘛？哎，不辛苦了，辛苦了哈。啊，这你明天过来吧，我叫你跳故乡高原。我要教阿四跳故乡高原，兄弟。你们会支持吗？我也是那个听到不是传播还是专拍的。不是，听不下的话呀，就广场舞当中。因为他早上7点多起床，我是所以没太晚了。没事。
他专门搞摄影。他影响他睡觉。走啊走啊走了走了，收场了走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明天见啊！辛苦了，谢谢，辛苦了哈。谢谢啊，明天来，明天来了送好的。好嘞。阿婶，你明天过来帮我讲一场故乡高原，你加得到我们不？可以啊，我愿意啊。 OK， 就这么说定了啊。你看到实地2天不得跳，慢慢就慢慢学。这是手握吗？我穿进入出来，你要被抓到，不乱说。走了，走了，好，拜拜。明天过来我叫你。行，以后有20点执勤就好。他就喜欢维持秩序噻。每天派个人。你是出了事情，你就是做一个单子，每日派警察。罗马要掉手机，2件嘛。手机掉。这个老马就马上。